人在地前，台东卑南乡李吉村的土地公是在地人真重要的信仰。讲这300-400年来拢是罗汉脚。有一个信徒讲，土地公甲托梦，希望会当带一个某来做伴。村民经过讨论，决定要替土地公来带亲，用鼓励、用大叫来迎带土地婆。现场是闹热滚滚。 好声乒乓球，集体球来土地婆，伫信众的欢迎，伫庄仔来洗一人来到庙前。这个所在是台东县卑南乡的吉村，庙内土地公嘛是在地非常重要民间信仰。但是相传300-400当来土地公拢是家己一个，都有一名信徒表示讲，伊受到土地公的托梦，决定依照古礼帮土地公举办婚礼。拄啊缘分有够，功课嘛有够，迄个拄啊好来做结一个夫妻的安尼啦。 媒人讲将土地婆迎入庙内，安坐伫个土地公的边仔。红色头饰掀起了后，正式结做夫妻。公道顶有聘金，也阁有女方的嫁妆、胭脂水粉，甚至阁有手机啊。实际上我自己也是天主教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社区这个村落的一个文化活动。除了凝聚大家感情，村民嘛相信，刷来土地公、土地婆会做伙守护因的李家村，继续保庇所有村民。